遊戲好冇呢？嗰一種動物，佢哋最擅長喺草原上面跳嚟跳去嘅。估唔到啊！再俾個提示你哋啊。佢哋腹部有個袋㗎。講到呢度應該估到啦，就係袋鼠啦。有一日，動物園管理員發現啲袋鼠從個籠裏邊跑出嚟喎。佢哋開會討論之後，就決定喺個籠嘅高度過低。於是佢哋將個籠嘅高度加高至1倍，即係20公尺啦。第二日，啲袋鼠仲係跑出嚟喎。於是佢哋又將個籠嘅高度加高至30公尺。隔咗一日，袋鼠居然全部跑晒出嚟。動物園管理員就好緊張啦。佢哋決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將個籠嘅高度加高至100公尺咁多啊！有一日，長頸鹿就同啲袋鼠喺度傾緊偈喎。你哋睇啊，呢啲人會唔會繼續加高你哋個籠㗎？好難講。袋鼠就話啦，如果佢哋再唔記得閂翻個籠門嘅話，如果管理員繼續加高籠嘅高度嘅話，有冇可能阻止到袋鼠出去玩呢？其實管理員有冇揾出問題嘅核心同埋根本呢？而你哋自己亦都反省下，有冇好似管理員一樣，俾問題嘅表面為話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呢？試下將你哋嘅諗法或者呢個故事俾你哋啟發，寫落呢張紙條上邊。1、2年級就用呢張紙，3至6年級就用呢張紙。最遲聽日交俾班長，就由班長交到去教唔識嘅小故事大智慧嘅收集箱。寫得好嘅同學會有貼紙作獎勵。希望你哋多啲動腦筋，發揮你哋嘅小智慧啦！拜拜。